科别资讯公司设立的负责人涉嫌替中国福建的省水果公司伫台湾找工程师僫台湾的人才，检调长带登去问话了后，限伊20万交保，另外也传伊太太等人来调查，专案的向中华人民关系条例来侦办。不过，去防指控讲替中国企业僫台湾人才的科别资讯暂时是无回应。 福建新瑞格软件有限公司以高可用、高可靠的国产数据库产品与专业服务为自身使命。拍宣传影片，福建新水格公司将数据库研发拍至中国前500强企业。虽然合法伫台湾设立子公司，今麦互发现涉嫌甲台湾的企业交结，无经过咱国经济部许可，违法抽研发人才。 知道你这样行为是违法的。洪搜索约谈，伊是科别资讯设立负责人，信报以20万交保，检调莉莉也以证人身份传唤设立负责人的家后等7个人。 协助中资企业在台从事业务活动，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案件，讯问被告1人，证人7人。 能力银行网页科别资讯找人才，专研数据治安领域，对外强调治安就是国安，也佫讲是政府全力支持的产业。也毋过检调发现，因涉嫌以合法暗号违法，用高薪高福利成功抽工程师了后，佫引荐到中国的企业。 伫台湾的子公司台湾飞架科技任职，研发云端数据库，专案同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侦办。现在不回应了。科别资讯位伫台北市，打电话予这间公司，目前无做回应，只是面对中国大陆抢人才，甚至连台湾的企业都防指控沦为帮凶。要安怎做才会当保住人才？除了用刑法之外，政府无定着，佫爱去思考安怎加强防范，以防止伫人才争夺战来失败。记者综合报道。